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市某一间私立的幼稚园，这个园长的后生涉嫌偷袭性侵小女童，当时做市长的郭文铁总算是回应了。伊讲当初是担心会未审先判，伊讲代志若转来，应该爱搁检讨一改。啊，对蒋万安来讲，虽然代志是发生伫郭文铁的任内。 但是，伊对家己就任了后，无马上落补破坑，嘛特别向受害的家长鞠躬道歉。蒋万安讲，台北市任何一个囡仔受到伤害，拢是伊的责任。台北市任何一个孩子受到伤害，都是我的责任，我都必须承担，我也应该用尽全力来弥补。我身为台北市长，要向这些受伤的孩子和家长致上歉意。 蒋万安鞠躬回释咧，这件北市幼稚园案，互外界是气甲规巴都火，已经有人破油插出嘴，或者后进的欺负唔敢个味。无论发生在以前还是现在，或者在法令或政策上可以更加完备，我们都会来检讨改进，避免未来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。幼稚园的小朋友还有他的家长们哦，当然我们是感到 很难过了，因为这个伤害有时候会造成长期的阴影哦。很多东西就是完全改进嘛哦，我也觉得这应该要再检讨一遍的。拖尾一礼拜时间，郭文铁总算开嘴讲话，不过用词是检讨一遍，并不是认错悔失咧。前一暝，搁伫 IG 抛出钓鱼的预告片，看到有人讲到关键字幼稚园，即声才赶紧关留言，啊那是安怎临来案发，煞无深入追踪。如果大张旗鼓就进去哦，要调查了哈，这个一下就先引起家长的恐慌了。 还再来就一个比较麻烦，就是未审先判，因为到这个事实真相不晓得。其实检调也有介入了，最后还是不起诉起问。不过那已经是在我卸任之后很久以后的事了。当时调查找无共判，说服第一个老师继续甲幼囡仔侵犯。立宪基金会嘛代表家属指控，去年超过真济受害者家长提出要求，想要看幼稚园的监视器，诉求蒋市府教育局拒绝。 开嘴合嘴，就是讲能力无够，无人通斗相共，啊无就是捧出李小讲法，讲袂当老实公开，佮讲到其他囡仔画片，互家长气甲指控，这全拢是伫咧下体之针。检调在调查的关系，所以有一些画面呢，是可能在检调的手中。那但是这个部分呢，局处本来也就是应该要尽全力的来做到他们该做的。 这边风暴教育局个释言，讲当时无继续调查是惊办不利，囡仔若讲唔着火咧，局处向查天火，呼吸赶紧炮火，囡仔身受痛，互家长是看甲真甘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